湖人打步行者呢場，表面係強弱盤，但我提醒你，最危險嘅就係人人都以為自己睇得好清楚。3月7號11點半，湖人主場迎戰步行者。呢場波如果你第一眼只係諗湖人主場應該穩，咁你可能已經跌入市場最常見嘅思路陷阱。因為步行者最麻煩嘅地方，從來唔係佢守得幾好，而係佢可以將比賽節奏拉到你好唔舒服。一場波只要節奏一快，回合數一多，比分就會同你想象中完全唔同。而湖人呢邊，只要主場氣勢上到，進攻端打順，讓分未必係問題。但如果你真係想判斷值唔值得出手，重點一定唔係睇表面，而係睇盤口背後想你相信啲乜。今場最值得研究嘅係讓分點解會開到呢個位置，同埋大小球點解會企喺一個偏高但又未算誇張嘅區間。呢啲先係真正有資訊量嘅地方。完整版我已經擺咗上 T 字，想知我今場最後睇邊，點解咁睇，直接去 T 字頻道睇全文。如果你都想我之後繼續出呢類 NBA 插盤，留言區打想要，我就繼續更新。去我主頁簡介點擊連結加入。